細個碌去邊度睇戲好？講到去戲院睇戲，輪椅朋友最驚遇到嘅莫過於係去到門口先知有級，輪椅位係斷頸位或者千里眼位啊！今次同大家嚟到位於星浩廣場嘅 CGV 戲院，呢間係坐輪椅嘅小編都成日去嘅戲院，即刻出發睇睇係咪真係方便輪椅啦！我哋從戲院門口入到去會見到右手邊係前往影院嘅樓梯，而左手邊就係一條神秘嘅通道。行完長長嘅斜坡就會去到通往唔同影院嘅平台。今次我哋去4號影院，入到去我哋會見到呢種欄杆，亦都係預設嘅輪椅區。我個人認為呢度嘅熒幕距離同視覺高度都算係唔錯嘅。無意之中俾我發現 J 排凳同埋輪椅區係同一個平地，亦即係話方便過耳嘅朋友有多一個選擇啦。唔方便過耳嘅都可以同朋友一齊坐喺輪椅區欣賞電影。而我中意呢個戲院嘅另一個原因就係星浩廣場嘅無障礙廁所啊！呢度嘅空間乾淨又闊落，有感應式水龍頭同下斜鏡，廁所門係用 Touch Mon 嘅門鎖。嚟到星浩，我一般就會食個飯，行陣街，去個廁所放低伎倆，用靚靚嘅心情去睇電影，又係 perfect 似嘅一日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都可以體驗一下。今日碌到呢度先，下次見。